苗圃百福第6課，重新得力，追求聖靈充滿，大有能力。第6天，羅馬書8章2節，因為賜生命聖靈的律，在基督耶穌裏釋放了我，使我脫離罪和死的律了。羅馬書8章2節，因為賜生命聖靈的律，在基督耶穌裏釋放了我，使我脫離罪和死的律了。親愛的主耶穌，你是天父獨生兒子，感謝你來到世上，為我承擔一切罪孽過犯，使我可以脫離罪和死的律，使我在耶穌基督裏得釋放，得自由。奉主耶穌基督的名宣告，主耶穌已經勝過一切黑暗權勢，生命聖靈的律使我的生命更得自由。阿們。